練多啲琴咯。咩啊？點解咧？我因為入行之後，因為鋼琴係我比較遲先 pick up 嘅，因為我作曲之後編曲啊呢啲嘢，咁我就覺得琴係比較有用嘅。咁但係一入行之後，其實係冇乜時間去練，即係練琴，因為練琴同埋即係唱歌彈下係唔同嘅，即係雖然佢係咪即係對於我做嘅嘢係好重要，又唔係未到話必定，但係我會覺得我會想去 expand 我譬如彈琴嘅，譬如多啲可能 jazz piano 嘅嘢啊，或者深少少嘅一啲 technique 啊。咁 technique 呢啲嘢，因為係日日幾個鐘要去練，咁係唔會有呢啲時間去做呢啲嘢。咁但係可能嗰陣時我會，如果知道原來我覺得有用嘅或者好玩嘅，做啲練。